镜头来看，后礼拜就是5日节啊，中华鹿港的国际白龙船锦标赛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进行前3档拢停办。今年重新举办，即马计共已经有90多队来报名，有社会组、机关组、有学生组，选手即马拢把握最后时间的练习，希望会当摕到好成绩。 鼓声一响，选手动作准备，带着鼓手的口号，整齐白龙船。鹿港每年拢会举办的国际白龙船锦标赛，因为疫情停办3年，今年重新举办。主办单位中华县龙船委员会特别伫比赛进前开放场地，予选手练习，嘛有安排训练组伫现场指导选手白龙船的美感。伊逐讲白龙船吼，计是讲用手。 结果是白龙船是爱用腰，腰要出来就要用骹，所以但阮有讲一句话是讲，龙船是顾骹白的啦，就因为骹骨出来，经过腰，才手才扭过。大日头下，选手骨力练习，虽然练甲大粒汗、小粒汗，但是大家愈练感情是愈好。练这袂歹，嘛介趣味，体能嘛变袂歹，同事的感情嘛愈来愈好。 足酸的，手，拢足酸的。就是爱教因讲吼，团队伫内底吼，伫船顶吼莫徛起来，吼你徛起来伊会重心吼会袂稳，袂稳吼就较容易会冰船。杨中芬组长表示，白龙船上注重的就是团队的精神，鼓手负责选手爬船仔的整齐度，阿尾会爱控制船仔的方向，负责抢机的人担头就爱知。 即阵搁一礼拜就要比赛啊！选手嘛把握最后的练习时间，希望伫比赛摕到好成绩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